安那？你的飞机足够飞呢，敢若会当载足侪人出去佚佗的哦。哦，有够几无侪飞机啊！啊，毋过大姨咯，你敢知影佫有啥物物件会当伫天顶飞啊？若是想要去外太空，咱爱坐啥？啊，对，飞机会当送咱去外太空。啊，若是有人去爬山，啊吊伫咧山顶，无法度落来。对啊，会当出动直升机。那呢，咱搁做伙来溜一件咯。头一项，飞行机，飞行机。第二项。火箭，火箭。第三项，直升机，直升机。安尼，大家敢拢记起来？若是拢记起来，我就要继续来生我的飞行机啊！一只、两只、三只飞起来，四只、五只、六只飞。